喂，機會嚟啦！如果你都想覺得精彩啲、開心啲，馬來西亞絕對係一個好地方嚟㗎。喺度生活成本又低，仲可以住到又大又靚嘅屋，生活質素即刻提升啊！你好啊，我係 Kelvin 大馬仔，擁有13年處理馬來西亞第二階 MM2H 申請嘅經驗啊！我本人咧就經過3代 MM2H 政策嘅轉變，由 1.0、2.0 到而家最新嗰個3.0啦。咁我哋對成個申請嘅流程都非常熟悉。咁如果你有任何細節嘅問題，都可以隨時問我。我哋即將會去香港同你見面啦，到時見。無論你係為咗退休，定係想換個新嘅生活環境，我哋有 Barry 為你介紹。我係 Barry， 來自 BHP， 同 Action Realty 合作，憑藉超過10年地產經驗，介紹 Quayside JBCC 呢個獨特項目。靈感源自馬來西亞文化遺產，融合現代建築同歷史元素，更係馬來西亞首個結合 Oakwood 同 Hyatt Place 嘅大樓，包括200間酒店客房同高端服務式公寓。我哋絕對有豐富嘅經驗，可以同你一齊分享馬來西亞嘅衣食住行，所有關於生活嘅嘢。你嘅朋友可能已經跟咗我哋過嚟馬來西亞啦，你仲等緊啲乜嘢啊？快啲啦，到時見，拜拜。